啊！歡迎嚟到玩具人移英生活呢個頻道。呢兩日英港兩地最熱門嘅新聞，應該係47人案嘅受害人前立法會議員胡志偉先生入境英國嘅時候被英國邊防人員扣留，跟住仲話要7日之內遣返香港，到最後又得到6個月逗留英國嘅待遇。種種事情都好似峰回路轉，同樣地，呢件事帶出咗一個對體制嘅唔信任啦，對前路嘅迷惘啦，互相撻伐啦，各種思潮都喺同一件事入邊顯露出嚟。我哋今次一齊去探討下。詳細嘅內容我就唔喺呢度多講啦，不過都簡簡單單咁交代一下啦。話說胡志偉先生47人案嘅刑期喺上個月尾嗰度完結，釋放翻出嚟。佢好短時間之內就決定嚟英國呢邊同家人團聚。喺呢個過程入邊，究竟佢有冇同香港政府呢有什麼嘅交代，我哋真係唔知道。佢亦都冇講吓。有人話佢有 book 喺11月份睇醫生啦，同埋買咗返航嘅機票，目的都係希望可以說服到香港嗰邊，相信佢會翻香港嘅。至於點解一定要佢哋翻香港呢部分我唔清楚啦，但係佢呢個嘅操作亦都引起咗英國邊防嘅人員嘅戒心，懷疑佢會唔會留喺英國嗰度匿藏唔離開嘅呢？及至最後佢透過律師向英國方面講明佢嚟英國嘅意圖之後，佢就獲批落地半年啦。嗱，呢啲好多關心香港嘅傳媒都有交代啦。我反而想講嘅係喺網絡上邊呢件事爆出嚟之後呢，就出現咗好多嘅思潮。嗱，一時間我就唔想立亂話佢哋係藍定係黃嘅，因為其實攻擊胡志偉先生、攻擊英國政府嘅唔似全部都係藍絲，所以喺呢度我都只能夠用佢哋講嘅內容或者思潮去討論就算啦，我唔扣佢哋帽子。首先就係胡先生喺希斯路機場被英國邊防扣留住入唔到境嘅時候嘅討論，啲人第一時間就話：英國好多人被滲透，又或者話係位置良個 friend， 講到英國政府係同中國大陸配合嘅一樣嘅，真係好好笑啊！當然另一種人就話胡先生係罪犯，去到邊都唔受歡迎，諸此類咁啊。咩陣營講無謂討論啦吓。其實無論咩陣營講呢啲說話都好啦，我相信佢哋都唔係喺英國嘅。作為喺英國生活嘅我哋，好清楚英國人，當然佢哋唔會知道香港發生嘅所有事啦。攞張相出嚟話胡志偉，怕且都冇人知道係邊個啦。其實喺香港都未必知啦，更加遑論佢喺香港承受嘅政治迫害啊。作為一個邊防人員，最容易知道嘅就係以為你有犯罪記錄喎，老虎蟹唔俾你入境先啦，扣留住先啦，之後再請示上級。喂，大佬，喺英國
唔係個邊防人員話俾你入境就俾你入境，或者唔俾你入境就唔俾你入境咁簡單嘅。如果要呢啲有爭拗嘅，就一定係用上司作出決定做最後結論噶啦。咁但係以英國嚟講，返朝頭早9點至下晝5點，又或者朝頭早8點至下晝4點嘅啫。如果咁不幸，胡先生落機嘅時候係夜間呢，收咗工呢，加埋佢又有啲審查嘅時間啊，乜乜物物，請示上司，或者上司再要請示下其他上司，搞一大輪20個鐘頭，冇乜咁出奇啊，根本係正常操作。所以咩衛志良個 friend 之類嗰啲咁嘅論述呢，真係得啖笑。講真，就算有其他邊防人員俾中國大陸滲透咗、收買咗都好啦，喺呢個週期都唔敢亂咁做嘢啦，係嘛？保障咗自己個身份先啦。衛志良踎緊監啊，大佬，申請上訴期嘅28日都過咗噶啦，判嗰啲刑除咗扣減假期之外，踎足噶啦。邊個幫佢出聲啊？萬一出咗事拉咗入去，就自己受晒噶啦。啲人都唔諗下呢啲咁嘅咁基本嘢，就亂咁發言。好啦，到之後就係可以入境啦，但係竟然又話得嗰7日喎。於是乎又有啲人就講啦，唉，英國政府唔嘈下佢唔得嘅，所以呢，要嘈下先得嘅。又話工黨政府呢，同中國大陸勾結等等。大佬啊，呢啲邊防入境嘅嘢未使出到去到政府層面係嘛？我懷疑新首相Burnham 呢，知都唔知呢件事啊。其實作為一個國家，呢啲事都係小事一樁，冇理由需要去到中央政府拍板先做係嘛？有冇咁離奇啊？呢度又衍生另一個問題，其實英國本身就有一個好完整嘅申訴制度，就算唔係有其他嘅議員啊、政界人物啊等等呢，幫胡先生出聲都好啦，其實佢只要申訴，佢點都冇理由呢7日之內就會俾人遣返嘅。只不過當初媒體咁樣講呢，會唔會係將嗰個問題提升到一個呢危險嘅境地，等其他人呢要快啲動手去做一啲嘅斡旋啊，或者幫助等等啦，係咪啊？會唔會係傳媒有心呢？即係吹大佢呢，令到件事呢可以更加有效率咁去爭取呢？事實上，除咗政界之外，胡先生係有用到律師嘅喎。你寫得喺香港，連用律師嘅資格都可能俾人褫奪啦。喺英國就唔同，佢哋可以用律師㗎，衛志良都可以用律師㗎，袁松彪都可以用律師㗎。佢哋都可以盡情去到申訴㗎。申訴嘅時候，佢哋都係自由身，冇話要拉去坐監㗎，係咪？及至胡先生爭取到留喺英國半年之後呢，留喺英國嘅香港人全部都歡天喜地，為佢能夠成功留低呢感恩嘅同時，我哋又見到有啲人會話，哇！你咁樣做唔啱㗎喎。喂，大佬，有咩唔啱先？啲人竟然會話你咁樣走咗去，咁第時嗰啲手足放翻出嚟，咪冇得出境咯。喺呢度呢，我真係好想話呢，邊個人係施害者嚟嘅呢？請問香港政府啊嘛，
或者中國政府啊嘛。啲人出唔到境，同啲人成功離開咗，邊有抵觸㗎？走得一個得一個啦，係嘛？唔通要胡志偉留喺香港，等其他人全部有機會走啊？咁邊個做第一個先？每一個第一個人都會有呢個風險㗎啦。唔好忘記胡志偉唔係第一個嚟㗎吓。2年前周庭先至真係第一個啊。佢唔理香港政府嗰個恐嚇，就留低咗喺加拿大，話咗唔返就唔返。當時已經有人話：你咁樣做啊，搞到後來嗰啲人呢出唔到境啊。咁結果點啊？岑子傑可以去日本旅行，胡志偉可以嚟英國探親。至於你話胡先生會唔會用 BNO Visa 呢申請留英呢？我好大理由相信佢係會咁做嘅。再者佢有成半年時間，點申請都得啦，係嘛？唉，其實我反而好欣賞無論周庭啊，又或者胡志偉，佢哋竟然願意用先鋒呢個身份去冒險。喂，佢哋話出境啫，出到境先得㗎。其實如果香港政府要阻攔佢哋，阻啦，使乜喺海外鬧大咗件事先至去阻礙後邊嗰啲人啊？事實上，佢哋雖然曾幾何時都係公眾人物，但係另一方面，佢都係一個人嚟嘅啫，唔係話人要偉大到自己嘅事完全唔理係嘛？唔好忘記胡志偉嗰個要求都係好卑微嘅咋，佢想同家人團聚咋。唔通你想一個人永世要同家人斷絕關係？喂，講嗰啲人自己做唔做得到先？如果佢都做唔到嘅，就唔好阻人做啦。我哋都係欣賞一個好人嘅啫，我哋唔係想要一個聖人係嘛？近年多咗好多人好似拜神一樣咁去擁戴某啲嘅政治人物。講真，嗰啲政治人物第一唔係咩神明啦，亦都唔係按住嗰啲人嘅期望去做作任何事啦。只不過有啲人一廂情願，將自己個腦好似外判咗俾人咁，完全唔去做自己應該做嘅嘢，反而期望其他人好似聖人一樣咁去做嘢。咁樣做，個世界唔會有進步嘅。人人自己用自己嘅方法去到突破，去到衝擊個社會呢，咁個社會先至有機會有改變嘅。即係當然我明白喺香港咁樣講就有啲談何容易啦，不過仍然都有一啲嘅空隙可以容讓啲人呢去做嘅。胡先生嘅做法正正咪就係衝擊呢件事咯。如果佢成功嘅話，佢做咗一個真正嘅先鋒啊！47人案嘅釋放嘅人，佢係第一個有機會申請到離開香港，唔使再喺香港俾人監視啊！呢件事相當重要噶。喺呢度我都好感恩嗰啲喺早年就透過 BNO Visa 嚟咗英國嗰啲人，成為我呢一個後來先至嚟英國嘅人嘅先鋒。我記得我初初入去工廠度做嘢嗰陣時，第一日踏入去工地嘅時候，就有一個女士走埋嚟話：香港人？佢當然都係香港人啦。大家歡天喜地咁一齊笑，呢一種嘅感覺真係天涯若比鄰。唔係有呢啲前輩勇敢地冒險，我哋嘅後來嘅人
又點會知道？哦，原來呢條係一條生路嚟嘅喎，呢條路行得通嘅喎。我想奉勸嗰啲思想負面嗰啲人，試下打開自己嘅心扉，去相信個世界有人會幫你嘅，唔係咁多人係呃你嘅。如果你一路都假設全部啲人都係揾你老襯，係呃你嘅，信唔過嘅話，你到頭來都只能夠原地踏步，完全唔可以脫離你嘅困苦㗎。好啦，今次我就分享到呢一度，我哋下一次再見啦，拜拜。